今日我哋選讀嘅經文係響舊約嘅聖經以賽亞書嘅6章1到5節，同埋約翰福音嘅4章23到24節。請聽我朗讀。以賽亞書6章1節：當烏西亞王崩的那年，我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滿聖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6個翅膀，用2個翅膀遮面，2個翅膀遮腳，2個翅膀飛翔，彼此呼喊說：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你的榮光充滿全地。因呼喊者的聲音，門檻的根基震動，殿充滿了煙雲。那時我說：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因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約翰福音第4章23節：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今日我哋繼續有鄧牧師分享神嘅話語。今日嘅主題係第一優先。而家將時間交俾牧師。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開心啊！不過同大家分享嘅題目叫第一優先嚇。咁咧，就先介紹呢位約伯，另一個約伯。嗱，我哋呢排成日講約伯記嚇，呢個另一個約伯，唔知有冇聽過呢個蓋恩夫人？佢寫咗本自傳叫《馨香嘅末摘末約》。呢位蓋恩夫人係喺1717年6月9號離世，就好早期嘅一個法國一個好敬虔嘅一位姊妹。佢因為信仰緣故受逼迫，佢坐監25年。唔單單咁，佢一生好受苦，媽媽虐待佢啊，丈夫無情啊，仲有婆婆鬧佢、責罵佢，仲有疾病纏身啊，天花毀容啊，仲有被母親虐待，有個仔夭折。哇，係咪約伯啊？俾差唔多啊！我喺度諗緊，如果你同我有咁嘅經歷，唔好全部咁多啦，其中2、3樣都嗌救命。但係呢位姊妹啊，我諗啊，如果佢有咩經歷，我哋能唔能夠活落去呢？有冇乜力量？有冇乜信心活落去呢？啊！如果我哋咁嘅遭遇，我哋可能只會係終日埋怨嚇，甚至我哋會痛不欲生。但係呢位蓋恩夫人，呢位好敬虔嘅姊妹，佢選擇神，佢有一個喜樂嘅靈嚇，係有一個嘅順服嘅心，去到神嘅面前去面對呢個困難。佢嘅有其中好重要嘅秘訣，點樣面對佢呢個難處咧？內外都係咁，就係佢重新去處理好自己嘅敬拜嘅生活，處理好同神嘅關係。佢喺寫日記裏邊都睇到佢講到話，佢每一日咧都唔自怨自艾嚇，總之好內外心靈肉體都受苦，但係佢選擇轉移佢嘅視線，轉移佢注意力，單嘅去敬拜神，存着一個喜樂嘅心，同埋身邊嘅人一齊。一個人嘅生命改變，佢睇到好多嘅嘢咧，都唔係一啲讓佢覺得好即係一個正面好積極嘅人咧，睇好多嘢都係佢好唔同。佢睇到啲監獄牆壁上邊啲石頭就好似哇閃亮，好似紅寶石咁樣啊！佢心裏邊充滿喜樂，呢份嘅喜悅係神賜俾佢，係神賜俾呢位愛神嘅一位嘅姊妹啊，賞賜俾佢，以致佢能夠喺患難嘅裏邊咧，能夠仍然嘅去緊靠神啊！呢個係
睇佢自傳係俾我哋好大嘅鼓勵。今日同大家分享就係第一優先。我哋基督徒人生第一優先係咩？榮耀神、敬拜神。近次再進一步就係咩？能夠享受神嘅同在。嗱，呢個咧係一個好重要，所以我從三方面三句話就同大家一齊學習。第一個焦點就係咩？矯正焦點，朝見上帝。我哋睇下今日頭先其中嘅4節，我好快讀一次啦。當烏西亞王崩嘅那年，我見主坐在高高嘅寶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滿聖殿，其上有撒拉弗士拿，各有6個翅膀，用2個翅膀遮臉，2個翅膀遮腳，2個翅膀飛翔，彼此呼喊說：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他的榮光充滿全地。因呼喊者的聲音，門架的根基震動，殿充滿了煙雲。我睇到以賽亞嘅敬拜，以賽亞敬拜係從重新校正、矯正佢生命嘅焦點開始。過去以賽亞焦點係呢個嘅烏西亞王。當烏西亞王駕崩啦，都離開世界啦。以賽亞將整個嘅心思就以前係，因為烏西亞頭嗰部分係佢一個好王，佢將整個心思放喺呢個好王呢個嘅烏西亞王嘅身上。但當烏西亞離世嘅時候，重新去審視審查佢嘅呢個路向，先發現呢個烏西亞王嘅背後神先係嗰個佢真正嘅焦點。如果大家熟悉烏西亞王，佢16歲就做王，在位52年，頭嗰40年，哇，非常好，高尚嘅品格，屬靈命好好，帶領國家昌盛。可惜所謂萬劫不保，知咩叫萬劫不保？即係衰收尾。即係話咧，一個人去到年齡大啦，唔能夠安享晚年，結果呢個嘅烏西亞王點啊？佢就之後嗰10年，佢從頭頂到腳底都生咗大麻風。佢之後嗰10年做皇帝，可以形容佢叫係過咗，因為10年佢離開咗主啊，佢就活喺自己嘅自我世界，狂傲自大，亦都可以講係一個過咗期嘅人嚇。即係點解咧？你諗下呢啲，你飲咗啲過期嘅奶，會結果會點啊？嚴重就會可能係食物中毒啊！烏西亞王後來嗰10年就過咗期，意思即係話雖然佢有做皇帝，有呢個位份，但係啲人尊重佢佢有呢個位份，佢冇人再敬仰佢啦，佢嘅失去咗佢嘅存在嘅價值，佢嘅生命令人反胃，絆倒咗好多人。所以親弟兄姊妹，一個愛主40年，一個愛主40年嘅王。本來好敬虔跟隨主嘅，好好，但係之後嘅12年就離開咗主。我哋諗起我哋萬劫不保呢種情形都出現喺我哋唔少基督徒身上。到最後遠離咗神，求神憐憫我哋，讓我哋能夠終極無憾，讓我哋到最後能夠圓滿。我哋到見主面嘅時候，都係忠心耿耿。認認真真咁做個基督徒，求神幫助我哋，讓我哋能夠終極無憾。以賽亞跟隨呢個烏西亞王咁多年，當烏西亞王死咗之後，先醒唔過嚟。以賽亞發現一個真理，佢第一次講。以賽亞發現咩真理？佢話：佢當人間嘅寶座崩潰，當人間嘅寶座崩潰，即係我哋所仰慕嘅人離開啦。神嘅寶座卻永不動搖。仲有，當皇權唔能夠再成為我哋嘅遮蓋，但呢度點講啊？神嘅衣裳仍然去遮蓋聖殿。於是以賽亞就重新嘅校正，對準上帝，重新嘅矯正佢嘅人生嘅焦點。所以
當我哋人生焦點對準咗係上帝嘅話，我哋遇到任何嘅難處，我哋都能夠好快嘅迎刃而解。好似有本書一個嘅臨床心理學家都叫做林列特寫一本書叫《破碎嘅夢》，講到一位知名弟兄，佢因為好愛主，有一日朝頭早發現瞓喺隔離嘅太太睡夢中安息主懷。哇！如果呢件事發生喺你身上，你會點？任何嘅人都會覺得好難接受，好難接受係咪？但係神好恩待，既然講佢一位好愛主嘅一位嘅弟兄，當然啦，佢係喺好哀傷、喺極度哀痛當中，神憐憫佢，神幫助詹兒呢位弟兄轉移焦點，神好恩待佢，佢將注意力咧完全嘅放喺神身上面。奇妙嘅係佢分享到，神俾佢一種咧對神有一種好強嘅渴慕，即係想去唱詩敬拜神，就係敬拜神唱詩。佢一路流眼淚，一路淚水就成為佢最真摯嗰種嘅敬拜嘅方式。當然啦，佢仍然我相信佢需要面對太太離別，但係透過呢件事，反而幫到佢同神嘅關係更加緊密。佢患難裏邊喺一邊流眼淚，一邊唱詩敬拜讚美神，心裏邊湧流嗰種講唔出嗰種嘅平安。唔知大家有冇經歷有冇試過喺大患難當中裏邊，仍然心裏邊咧擁有呢份嘅平安，呢份意想不到嘅平安。所以我哋平常嘅敬拜生活同神嘅關係，我哋嗰個基礎即係要建立得好。所以我哋無論順境逆境，我哋都可以。所以我引用華理克牧師講過一句説話，我覺得都好有意思。佢話：而的確係咁，我哋敬拜神係我哋與生俱來嘅渴求。我哋每個人都有個嘅敬拜嘅對象，就好似我哋食飯咁啫嘛，係咪？神將你敬拜放喺我哋生命裏邊，讓我哋覺得咧好需要同神有一個嘅聯繫，好需要一齊。原來敬拜就好似食飯、飲水、休息一樣，好自然、好呼吸一樣。一個敬拜神嘅人，工作先有永恆價值。如果單單工作，冇去敬拜，冇去重視同神嘅關係，我都成日講神係重視我哋呢個人多過我哋所做嘅一切。所以如果只係知道工作，只係知道做嘢，都要做馬大，而唔知道佢做一個敬拜神嘅人所做嘅一切，喺主翻嚟嘅時候就引用好似保羅講，呢啲係草木禾秸。求主幫助我哋能夠有一個嘅敬拜神嘅心，一個嘅去渴慕。我哋冇，我哋係唔夠，我哋祈禱求神俾我哋。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咧？喺一個無雲嘅夜晚咧，睇到好多星星。我相信咧，占士俾我哋任何人睇星星睇得到。但我哋間都睇下啲星星，係咪啊？不過睇星星，原來星空當中肉眼睇到嘅有幾多粒星？係7000粒。整個嘅太陽係有幾多粒啊？2000億。整個宇宙咧有3萬兆，有好多粒啦。光每一秒走186000英里，太陽光要8分鐘先嚟到地球，獵戶座嘅光要520年先嚟到呢度。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嘅時候，獵戶座開始發光，到今日咧光就嚟到呢度。但我想講呢啲咁樣，呢啲就講緊呢個宇宙幾大，呢宇宙幾咁嘅偉大。我哋一齊讀下詩篇。難怪大衛點樣講呢？我哋呢2節經文大家都熟，一齊讀下嘛。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便說：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我哋真係睇到呢個咁大嘅宇宙。而我哋係乜嘢？我哋係只係一粒嘅灰塵。神一口氣
就鋪設咗3萬兆粒星。所以我哋人嘅生命裏邊究竟有啲咩難處，有啲咩嘅困難係難倒到我哋呢位全能嘅上帝？有啲咩難倒我哋唔能夠常常去到敬拜神？有啲咩難咗我哋唔能夠去同神有更加親密？只要我哋有渴慕嘅心，我哋要重新校正個焦點，單單嘅要去點啊？要去朝見神。每次嚟到主日崇拜就係要朝見神。神啊，你要有啲咩嘢同我講？喺1989年嘅時候，神呼召一位嘅宣教士、一位牧師去到嚟一個野蠻荒涼嘅地方去傳福音。你諗下呢個地方係點？呢個地方當時呢位嘅宣教士就住喺一間嘅茅屋裏邊，睇到外邊嘅牆邊咧就寫咗啲咩電啊、雷啊，或者係風啊咁樣。原來你當地嘅人，佢哋就去敬拜呢啲風啊、電啊、雷啊呢啲咁。有一晚，哇，風暴嚟啦！有個女祭司就帶嚟一啲嘅群眾，一直咁跳，一直咁求佢哋嘅神，求佢哋呢個雷電嘅時候，哎呀，快啲停雨啦，唔好再打雷啦咁樣嚇。呢位宣教士就好難過，見到亦都瞓唔到覺，因為從來冇人話俾你知道佢哋所敬拜呢啲雷電係假㗎，佢唔知道耶和華真神啊佢哋唔知道，冇人話俾你知道。其實我諗起我哋今日我哋敬拜啲咩嘢咧？我哋可能敬拜我哋嘅金錢敬拜我哋嘅兒女敬拜我哋嘅醫生，敬拜我哋嘅能力，我哋睇重我哋自己。求神幫助我哋轉移我哋嘅嗰個嘅敬拜嘅對象，我哋要求神幫助我哋讓我哋唔要去敬拜啲所謂低層次嘅事或者低層次嘅人，重新去矯正我哋嘅焦點，單單嘅敬拜真神，單單係敬拜主。呢個係我哋唯一一條路。如果唔係，我哋嘅屬靈嘅生命好難去突破。第一就係要矯正焦點，朝見上帝。當我哋校正咗之後啦，第二步就係點啊？用心靈誠實去敬拜。大家都熟呢個經文嗱，我哋試下咧一齊讀一次呢兩節經文。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父要這樣的人拜他。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短短2節嘅經文，耶穌講咗2次，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好清楚，原文有2個嘅意思。第一就係用心靈敬拜，第二就係按住乜嘢？按住咩敬拜？按住真理。邊個真理啊？聖經嘅真理，唔係我哋嘅真理，唔係我哋嘅經驗。按住真理，我哋慢慢去解釋。用心靈敬拜亦都咩意思？有3個，好快。有3個一層一層咁樣去表達。用心靈敬拜，第一個意思就係點啊？內心真誠，意念端正。其實有個4字詞語叫做乜嘢？叫做係啦，即係內心真誠，意念端正。我哋敬拜係咪用一個嘅口唱心和？我哋係咪人在心又在咧？我哋係咪人在心又在咧？我哋有冇內在嘅敬虔咧？我哋禱告嘅聲音，我哋讀經嘅樣，我哋唱詩嘅表情都好敬虔。內在係點咧？內在係咪同你外在嘅敬虔係咪一樣咧？還是係另外一套咧？神話我哋用心靈誠實嚟敬拜。舉個例，大家熟悉創世記第4章，該隱同埋亞伯呢2兄弟係咪？佢哋一齊嘅去敬拜，一齊嘅獻祭，結果點啊？該隱神俾佢咩評語啊？神不悅納該隱嘅敬拜，唔悅納該隱嘅獻祭。點解？點解唔悅納該隱嗰種嘅供物啊？譬如我哋就好似
今日我哋有好多弟兄姊妹都去侍奉神嚇，但係露出嘅可能係啲血氣啊，或者係自我中心，或者係驕傲，或者係論斷。嗱，呢啲就叫做我認為叫做係該隱嘅供物，喺神面前所獻嘅完全係落空。所以用心靈敬拜第一個意思就係內心真誠，意念端正。當我哋每次敬拜做好呢部分嘅時候，下邊嗰兩部分就能夠越做越好，同神嘅關係就會越嚟越深。當我哋內心好真誠，每次都係好認真預備好自己去到朝見神嘅話，意念端正，咁我哋第二步就容易做啦。心靈同聖靈對話，即係話當我有時我唱詩敬拜，我未必係跟住唱詩歌，可能我就係有個就住歌詞去默默嘅禱告，同神講。心靈同聖靈對話，敬拜嘅時候，你嘅心靈係咪朝向神咧？我哋係咪同神喺度對話緊？第二就係心靈同聖靈做出協調，有咩意思？即係話聖靈感動你，你有冇回應？還是我哋會唔會消滅聖靈喺你心裏邊嘅感動？當聖靈感動你，催促你去踏出一步，去踏出一步傳福音啦！哇，唔係係嘛？又我唔識嘅喎，你又捉我唔好啩咁。還是神催促你嘅時候，你要點回應？或者係願意踏出一步？又或者神感動你，你要去關心一個人，或者你要去為菲律賓事工去奉獻啊！神感動你，你有冇作出回應？當我哋同神關係好嚇，我哋嘅內心真誠、意念端正嘅話，我哋同聖靈就會作出協調，願意去回應。好似同聖靈咁樣咧，一路你有回應嘅話咧，就會越嚟越明白，聽得清楚聖靈俾你嘅聲音，你就願意去跟從。心靈誠實呢個第二個意思就係用按著真理去敬拜，按著真理嘅敬拜就係意思就係真實嘅，係真誠，係真實同埋真誠。我哋對敬拜嘅對象係咪有正確嘅認識咧？我哋對神嘅認識有幾多咧？我哋對敬拜嘅對象係咪有正確嘅認識？我哋認識神又有多少？而第二方面就係同聖經嘅真理係咪吻合咧？係咪同聖經真理吻合咧？我哋理解嘅神係咪同聖經所記載嘅神一樣咧？我哋有時會未信耶穌之前，我哋啲嘅理念以為嗰個就係神啊咁樣啊！我哋要清楚聖經嘅真理點樣講。我哋所係咪按照真理去敬拜？好似有一次喺電視上邊有個嘅兒童節目，有個嘅小朋友就喺電視機前面咧就自由咁畫畫，哇畫幅畫，咁咧我畫到即係一頭糊塗咁啦。有人問佢：喂，你畫緊乜嘢啊？咁嗰個小朋友話：我喺度畫緊神啊！又按佢所認識去畫。好多時候我哋嘅神就係我哋畫出嚟，我哋諗出嚟。以為神係㗎啦，我哋唔禱告神都會聽㗎啦，神無所不知嘛，係咪？唔使禱告㗎啦，唔使開聲，唔使默禱㗎啦。呢個聖經裏邊一路強調我哋常禱告，我哋一定要開聲禱告。所以我哋對神嘅認識好緊要。我哋嘅神係咪就係我哋畫出嚟咧？所以我有個形容詞就係話咩？我哋有時要把神咧去平庸化，即係去貶低神嘅能力，或者去偏差咗對神嘅認識。如果我哋要神按照我哋嘅吩咐，而唔係我哋按神嘅吩咐去做嘅話，呢個就係將神平庸化，即係你做神啦，係咪啊？所以有人去將呢個咧，將神平庸化咧，就列出咗咧，就有4個特點。其中一個就係我哋以為神對罪惡咧係點啊？隻眼看隻眼閉，就對乜嘢都冇關係嘅。而第二方面，我哋以為
我哋唔管我哋禱告嘅動機係點樣都好咧，總之神一定會聽我禱告，係咪咁？葛培理太太嘅佢曾經咁樣分享，佢話神並唔係每次都聽佢禱告，並唔係照佢嘅禱告答應佢。佢話弊啦，如果神真係咁樣嘅話，我就麻煩啦。如果係咁神咁樣聽我禱告，我就早就嫁錯咗人，而且嫁錯咗好多次。所以佢感謝神，所以喺生命裏邊咧有好多次嘅禱告都係通唔過，都唔係按住佢嘅心意。點解？因為呢位嘅葛培理師母分享話，原來我睇錯咗，我諗錯咗啦。哎呀，我嘅動機係我嘅自私嘅動機，好彩神冇聽我禱告。而第三，把神平庸化嘅第三個嘅特徵係乜嘢？就係以為神係服侍我嘅。如果我要神照住我要做嘅一張清單，照住清單去做嘅話，咁神就係成為我嘅跟班，大家都好熟悉。而最後呢個特徵係乜嘢？就好似我哋去到自助餐嗰度，我哋所選擇嘅食物一樣咁。大家都知，大家都去食嘅自助餐係咪？你通常一去食咩先啊？係咪食你最喜歡嘅嘢先啊？哇，生蠔啊，係咪啊？三文魚啊，咩牛扒哇，最食最好㗎啦，係咪啊？有冇人傻更更咁樣咧？去食咧就去食嗰啲白包啊、麵包啊、飯唔會嘅啫，係咪？嗱，我將而家呢個咁嘅觀點咧放喺神身上邊，我哋只求神俾我哋恩典同埋祝福，其他一路都唔要，只知道單方面神嘅慈愛。佢唔知道神係公義，神係烈火，神係輕慢不得嘅。我哋要全面咁認識神。所以當我哋對神有偏差嘅睇法嘅時候，當我哋對神有偏差睇法嘅時候，有兩個結果。一係乜嘢？我哋會唔尊重神，甚至會貶低神嘅威嚴。而另一方面係咩？我哋敬拜嘅生活會變得膚淺。我哋嘅敬拜嘅生活就顯得好膚淺。唔知大家有冇唱過呢首嘅詩歌，叫做《快來擁主為王》。呢首歌詞，呢首歌能夠講出敬拜神嘅一個好重要嘅理由。快來擁主為王，我唔係好識唱，所以我本來唱呢首回應歌，不過唔係好識唱啊。咁所以咧，呢首歌詞有4個，好好。佢話第一，神係坐在高高寶座嘅羔羊；第二，神係慈愛無量；第三，神係拯救者；第四，神係宇宙嘅管理者。嗱，當我哋認識咗我哋呢位神，唔會將神平庸化。而係知道一位滿有威嚴嘅神，我哋就會肅然起敬。好似喺1804年嘅時間，拿破崙登基加冕嘅時間，全體嘅會眾就唱出呢首歌《快來擁主為王》。拿破崙恭敬咁喺大禮堂嘅面前跪落嚟，去仰望神。佢講咗句話，佢話：佢先係王，我唔係王。當英女王60歲大壽嘅時間，亦都係唱住呢首歌。女王低下頭，謙卑地低下頭，將佢冠冕攞落嚟，謙卑嘅跪喺神面前，因為只有神先係萬王之王。敬拜就係確認呢位神係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求主幫助我哋，當我哋知道矯正我哋嘅焦點啦，亦都去用心靈誠實敬拜。有第三點一定要講，同呢個係有密切嘅關係，就係手潔心清，親近上帝。聖哉！以賽亞聽到呢啲沙拉弗合唱對唱聖哉點解？大家都知聖哉就係分隔分離，同所有嘅罪惡分開，就叫做聖潔。講咗3次，聖哉，表示神要我哋係要絕對嘅聖潔。以賽亞一睇到呢位絕對聖潔神嘅，佢就講出第5節，一齊讀下好嘛？那時我說：禍哉，我滅亡了。
又是在嘴唇不潔的民中。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大家睇到個情景，有一個解經家咁樣形容當時以賽亞當時整個人類全瓦解崩潰，見到一個聖潔嘅神面前。當佢睇到神係咁聖潔，佢立刻發現到自己幾咁嘅污穢。大家知以賽亞係咩？佢係神嘅發言人，係神嘅辯護者，係宣告神嘅話語嘅一位嘅先知。但係佢講係咩？我係嘴唇不潔嘅人，我係嘴唇不潔。後嚟神，大家知道神用燒紅咗嘅炭嚟將佢嘅嘴唇燒焦。我哋睇到，當我哋喺一個聖潔嘅神嘅面前，我哋嚟到聖潔神面前，我哋好多嘅細微嘅罪都冇出嚟。呢個時候，以賽亞先知道自己係嘴唇不潔。嘴唇不潔，佢講得狂傲嘅話，啲是非嘅口，批評嘅話，半真半假嘅話，或者係甚至係講大話，嚟到面前一切隱藏嘅，隱藏呢對都得成，能夠謙卑承認自己有罪有悔改，神先會使用。喺希伯來書有節經文講得好清楚，係話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非聖潔冇人能見主。所以敬拜同手潔心清係分唔開。當然我講緊呢個嘅手潔心清認罪悔改，唔係求求其其，而係真係好認真咁樣去面對。我一陣間會講多少少點樣認真。敬拜神應該先有個真誠認罪悔改嘅心。有個網站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咧？有個網站叫做唔好驕傲，好得意喎！佢咧呢啲咧係一啲坊間唔係基督徒開嘅一個網站啊。佢列出咗7種罪。邊7種罪咧？都曾經講過啦，係咩？驕傲、嫉妒、懶惰、貪婪、暴飲暴食、情慾、怒氣。嗱，呢個嘅網站好特別嘅。佢話：如果你犯咗其中一個嘅罪嘅話咧，你可以匿名，我係 ABC 匿名上呢個網站去宣泄其實冇乜果效嘅。講完之後你會舒服啲。冇果效意思即係話你講完之後你就會再犯。我曾經咧抄咗其中有幾個人咧去講佢有啲咩過犯咧。佢話有個人咁講：如果我有機會嚟嘅話咧，我一定會咁樣做嘅話咧，我要將我公司嘅同事咧一個個揾出嚟打佢一拳然後將佢嘅人工搶咗去。有個人喺度講：哎呀，我個媽媽一直對我唔好，而家佢喺醫院，我唔去探佢，我要報復。有人話：哎呀，我知道我好壞，但係我就係唔能夠脫離。有另一個人講佢話：如果我真係好想有錢，我要想乜嘢就有乜嘢，想買乜嘢就有乜嘢。最後有個人講係話：我生命太平凡，我唔知道為咩而活，我覺得我裏邊好空洞。嗱，有啲人咧就將呢啲犯罪嘅人嘅心態咧就去列咗出嚟，有4方面。第一係咩咧？佢哋良心不安，佢哋知道犯罪，好想去自首，但係冇咁嘅勇氣。而第二，佢唔知道、唔認識，亦都唔相信耶穌基督有赦罪嘅大能。所以其實唔係，當我哋喺神面前認罪悔改，大家都知。約翰一書1章9節，大家都好熟係咪？我們若認自己嘅罪，神係信實係公義，必要赦免我哋一切嘅罪，係咪？洗淨我哋一切嘅不義。我哋要相信，亦都知道神一定會咁樣去赦免。神一定會幫我哋會越做越好，嗰個嘅次數會少啲，嗰個程度會越嚟越輕。而第3方面乜嘢咧？就係
呢啲犯罪嘅人冇力量去脫離被纏累嘅罪，而且係越陷越深。舉個例，好似舊約嘅掃羅追逐權力唔能夠回頭，係咪？跟住參孫被情慾所困，係咪？跟住底馬貪愛世界，你睇下7宗罪裏邊就其中嘅3樣嘢，係咪啊？我哋每一個嘅基督徒嘅軟弱同埋試探都唔一樣，都唔同。你有你，我有我，係咪啊？大家知唔知道自己喺咩情況下容易會有呢啲咁樣嘅困難裏邊？喺呢個嘅罪嘅裏邊，我哋都有自己生命嘅破口。呢個就係呢個破口就容易被魔鬼去攻擊，所以我哋知道咗Rick Warren 話李克牧師咧，佢有咁嘅分享，我覺得幾好有意思。佢分享到啲乜嘢咧？佢話佢先研究自己一啲嘅犯罪嘅模式。哇！呢個好坦蕩蕩嘅一個牧師啊！咩時候咧？朝頭早、夜晚、下晝咩地方咧？同邊個一齊咧？最容易受引誘咧？呢個咧係我哋好認真面對。你話要手潔心清係咪？你認真認罪悔過就係要咁噶啦。夜晚夜闌人靜，咦？陪我瞓咗覺，哇！喺四圍可以去邊度都得啊！又或者自己一個人出去做事嚇，我哋要知道、要研究、要明白自己點樣去防範，點樣真正嘅手潔心清。一個人獨處呢位牧師好好，佢分享到，佢話：我雖然係牧師，有時我都會容易去批評論斷教會對好多嘢都唔不滿。佢揾下咩原因？點解咁？點解佢對有咁樣嘅反應咧？人哋咁樣批評我又加佢。佢發現原來有個損友，有個常常講負面説話嘅一個朋友，就被佢傳染，被佢感染到。於是佢就慢慢咧同佢疏離，同佢來往。之後佢就重新咁樣咧變得樂觀。親愛弟兄姊妹，我哋咧即係如果話要去第一優先敬拜神，第一我哋話要去矯正焦點，我哋呢一樣嘢手潔心清去朝見上帝，要去面對我哋嗰個嘅罪性，我哋必須求神幫助我哋，光照我哋，以致我哋能夠常常活喺光明，同呢位聖潔嘅神去交流。而最後一點就係罪使我哋失去判斷。罪會引誘我哋去選擇掩飾啦，係咪啊？罪會選擇讓我哋咧去放棄真誠，選擇掩飾，放棄真誠，選擇短暫嘅享樂，一時嘅快樂，而去放棄天長地久嘅美善，選擇呢個嘅短暫嘅享樂，而放棄同神建立呢個更親密嘅關係。求神幫助我哋，讓我哋能夠喺神面前一齊嘅去認真嘅去謙卑，甚至求神帶領我哋喺神面前有個禱告。個禱告就係真係神啊，求你讓我哋睇到我哋基督徒嘅人生第一個優先就係敬拜神，讓我哋嚟到神嘅面前去重新立志。第一係乜嘢？求神讓我哋校正我哋嘅焦點，定睛喺神嘅身上，單單嘅敬拜神。由我哋自己做起，做好我哋本分，努力嘅去求主幫助我哋。第二，以心靈誠實去敬拜神，能夠喺生活行為上邊與神合一，同神有一個好密切嘅關係。而最後亦都好重要，呢個係一個嘅好基本，亦都好重要嗰個聖潔嘅生活嚟榮耀神，唔再活喺虛假嘅羞恥當中。求神幫助我哋去同心禱告。親愛的天父上帝，我哋衷心向你禱告，要宣講嘅説話已經講完，讓神你嘅道種繼續喺我哋內心裏邊萌芽生長。求你將個渴慕嘅心賜俾我哋。我哋知道呢個嘅花花世界，呢個嘅網絡，呢個嘅 YouTube 呢個好多嘅嘢
一路嘅呼聲去嚟影響緊我哋同你建立關係。主啊，求你幫助我哋，擺低我哋自己，更重要俾我哋一個渴求親近主嘅心。我哋知道係冇，求主施恩帶領我哋，透過今日嘅一段嘅經文，讓我哋好似今日嘅祈禱文一樣，讓我哋向你面前誠心嘅立志，讓我哋由我哋而家開始一步一步咁樣去敬拜你，去榮耀你，更加俾我哋嘅恩典常常睇到神你嘅同在，令我哋前面後面左面右面四面咁包圍我哋，你睇住我哋，幫助我哋，奉主耶穌嘅禱告。好，有3條嘅問題都頭先講過㗎啦嚇，就話第一，你生命嘅焦點係乜嘢咧？係配偶、係兒女，或者係孫、係自己，還是上帝咧？第2條幫我讀下好嘛？你敬拜上帝的時候，你的心靈是不是朝向上帝？是不是在和上帝？嗱，第3條就係值得我哋要去反省，常常去禱告，去認識自己，面對自己，去更新自己嘅一條路，就係你是否知道自己犯罪嘅模式係咩時候呢？咩地方最容易被引誘呢？你和誰在一起係最易受引誘呢？誘惑呢？請你與一位肢體或者牧者坦誠分享並且彼此守望同埋祈禱啊！要好大嘅挑戰啊！求神幫助我哋走屬靈嘅路，就係要咁樣。好，啲時間交俾阿琪。